选调，着趁妖花通吹着的时来找伊，伫伊三军的时求救伊，歹人就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就改换伊的念头，归向妖花，伊要怜悯伊，归向咱的上帝，伊就伊要变形赦免。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伙三甲来祈祷。全能慈悲的阿爸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，以礼拜用着你所听圣囝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来赎回阮归向你。求你用主耶稣的听来催逼阮，无搁再是为着阮家己来活，反正袂当为着朽义。为阮死搁活的主来活着，恳求你教示阮，要将家己交托伫天父的管顾的下面，并且信靠你，互你的灵来带领着阮，掌管着阮的心，伫逐种的任务，恳求你来扶持，并协助阮有困难。伫逐种的危险的中间，求主你来保守着阮；伫一切试探内面，求主你来互阮得胜；伫各种的苦难中，求你互阮有勇气、甲吞忍的心，保守阮常常伫你圣洁的生活中，通得到平安甲喜乐，互阮永远听你来服侍你。那今仔日阮要搁意愿搁一摆来为着美国、为着台湾来祈祷，互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，因着各大厂商的积极的研发这个疫苗，互这个疫苗会当快速的推广来普及，甲来注射，通降低这个社区的这个交叉的感染。互百姓真紧就会通回归的健康平静的生活，卖当带动经济复兴。愿五万天父上帝怜悯，互美国、台湾百姓大家拢有这个悔改的心，恳求天父上帝来医治这个土地，互美国、台湾拢会通真真正正的搁一摆伟大起来。台湾国家要互这个台湾的这个肺炎病毒疫情这个防疫这个效果，以及台湾半导体的这个晶片、水果往来等等会当通过，成做全世界上界优秀的，真真正正做一个人人所心酸的这个福摩萨一个美丽岛。到今仔日，阮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搁一摆来宣告，来激励阮，来保护着阮。伫这个新的一年，会当互阮有这个新的未来，互美国、台湾有这个新的愿望。但今仔日阮要搁一摆，透过这个 YouTube 网络礼拜来敬拜你，来学习你，恳求主你来怜悯阮，互今仔日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姊妹，
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名通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人通成做上帝赐福的管道。但现在恳求主你，是来洁净奴仆的嘴，圣神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，通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们。咱做伙来听上帝话，记载伫诗篇51篇16到17节。16节，因为你无爱祭物，若爱，我就要献；小祭你也无欢喜。上帝所爱的祭，就是忧伤的心。上帝啊！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无要看轻伊。第二位的圣经节记载伫撒母耳记上卷15章22到23节。22节，撒母耳讲：耶和华欢喜烧祭祭司，兼亲像欢喜人尊叹耶和华的话嘛，看尊叹耶过献祭，听叹是耶过羊港的油，因为背逆是亲像行邪术的罪，硬心是亲像服侍虚假，亲像拜偶像。你弃杀耶和华的话，伊也弃杀你，无互你罪亡。这是上帝话。读这本册，甲听遐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均啊。阿明。但这条要来吟俄罗的诗，哈利路亚，和散那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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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哦，散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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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散那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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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哦，散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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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散那。Hosanna, Hosann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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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sanna. Halleluj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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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llelujah. Hosann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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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riba, Hosanna, Hosanna, Hosanna. Halleluj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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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llelujah. Oh, Hosanna, oh, Hosanna, oh,
호산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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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할렐루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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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호산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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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할렐루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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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호산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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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할렐루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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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호산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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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할렐루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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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호산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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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할렐루야
山呐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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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呐。亲爱的乡亲时代，兄弟姊妹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这个肺炎病毒的疫情，互咱对去年的3月份开始，差不多拢是关伫厝内，做这个居家隔离。伫这1年来，有真侪人透过这个网络发表各种有关这个病毒的资料，伫多多也利用这个平台分享侪侪这鼓励人的这个见证，感谢主。去年的3月底，有一个伫网络的消息引起基督徒的这个关怀，就是有一个病人，伊身躯穿这个麻衣的这个宣教师，对上帝遐领受一项这个任务，上帝爱伊用10天的时间，伫10个城市来宣告这个悔改的信息。10个城市各有无共款的这个罪恶，拢是爱因赶紧来悔改，若无恁会袂好。那么这我想到，伫这个启示录的这本册中间，上帝爱这个使徒老约翰写批予这个亚细亚7个教会，伫这个批信中，上帝先学了7个教会这个优点，再佫指出7个教会这个缺点，按着爱悔改，得胜的人必定有天顶的报赏。诗篇第51篇是代表了这个悔改罪这个诗，因为伊犯罪了的时，伊捌试看卖是要将家己罪恶罪过来甲暗藏起来。所以先知拿单指责伊了后，代表才承认家己的犯罪，大大得罪了上帝。上帝因为代表的罪，就无要接纳代表的这个献祭。代表就基督讲：你原本无欢喜祭物，若爱我就要献，烧者你也无欢喜。上帝所爱的就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上帝无要接纳伊的这个祭物呢？圣经内面有真侪这个例，提到上帝无接纳这个祭物，是因为人无顺从，人无顺服。当耶和华吩咐扫罗去攻打亚巴力人的时，交代伊都要将伊来灭绝的时，所以扫罗却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，偷偷存留了上好的这个牛甲羊。所以撒母耳就责备伊讲讲耶和华欢喜烧一个平安节，减亲像欢喜人听等这个上帝的话嘛。听命令较赢过献祭，顺从较赢过羊港的油，背逆的罪甲惊写出的罪同款，顽固的罪甲拜虚假神甲拜偶像的罪同款。你既然厌恶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嘛厌恶你罪恶。所以上帝所听的乃是人的这个听叹。如果人内面所存的是顽固背逆的心，伫上帝这个眼中，即个人献祭甲拜偶像行写出同款，伊所献的就是空空，拢是无采工的。那么现今，咱无需要用牛羊来献祭咯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只有将家己献就一摆，就成全了献祭。主耶稣的牺牲永远是有效果的。当时咱今仔日依然需要伫上帝面前有所献上，无论伫金钱、敬拜、祈祷、侍奉，或者是工作，伫献上这一切的时阵，
咱所存的是一个幸福的心呢，还是一个悲剧的心呢？其实上帝拢知影。那么第二项，上帝无要照到这个诫命，是因为人无行公义。米迦先知讲吼，我条件耶和华伫至高的上帝面前跪拜，就献上什么物啊？兼人献一回这个牛犅啊，做烧祭嘛。耶和华兼欢喜千千的羊犅啊，也是万万的油的溪嘛。世间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，啥事是善，伊你所爱是什么？只爱你行公义、好人民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你的上帝同行。那么大量的这个献祭，就会通得到上帝欢喜的感纳嘛？无拄拄，上帝真正要爱的祭，是人遵探伊的旨意。当然，咱应该都要考察家己这个生命的光景，是不是行公义、好人民、存人民的心，甲上帝同行？这才是上帝所要爱的这个祭。今日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就要反省，讲主啊，我将过去一礼拜久所做每一项代志，拢献伫你的面前，求主你来监察我所做每一个决定，是毋是顾虑到别人的利益嘛？当别人做毋对代志的时，伫我的心内敢有怜悯的心嘛？当你即款伫主面前来默想，你就会明白，原来上帝所接纳的这个诫命，上重要就是咱这个人是不是活出伫上帝这个真理呢？第三，上帝无接纳这个诫命，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人无敬畏上帝。先知马拉基责备这个当时的祭司讲：藐视我名的祭司啊！万军的耶和华对恁讲：今日尊敬老爸，罗卜敬畏主人。我既然身为做老爸的，尊敬我的伫倒落呢？我既然身为主人，敬畏我的人伫倒落呢？恁却讲，我伫啥事代志来表示你的名啊？你将青面会献做祭物，这件毋是歹嘛？你将这个摆骹的有病的献上，这件毋是歹嘛？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我无欢喜恁，也无欢喜恁手中来接受这个祭物。所以伫这个旧约献祭的时，献上的必须是无拉散、无下事的。这是为什么当时的祭司甲百姓因却献上这个下事的物件呢？当做这个祭物呢？因为因无敬畏上帝，无将上帝当作上帝，因感觉到有限度可以嘛？所以祭司表示上帝，佫是要期待上帝欢喜来照因的祭物嘛？所以呢，咱应该来时常省察家己的工作，甲事奉，是不是存这个敬畏上帝的心？那么第四，最后一点就是讲，上帝无接受这个祭物，是因为人无守这个名约。先知马拉基讲，犹大人行事诡诈，并且伫以色列甲耶路撒冷行一项行可恶的代志，因为犹大人亵渎主耶和华所欢喜的这个圣洁，带侍奉外邦神的查某人做某，互前某吐开啼哭的目屎来遮扣着耶和华的这个坛。天主教耶和华无搁再看过遐个祭物，也无欢喜对你的手中来接纳。上帝甲这个祖先所立的约，是这个西奈之约。西奈之约的核心就是10条诫。10条诫除了甲上帝立约以外，也包含着甲人立约。这就毋通杀人，毋通行奸淫，毋通偷窃等等。
那么无受蒙约的人，献上祭物，上帝是绝对袂接纳的。用这个诡诈来款待兄弟，就是放弃甲上帝所立的这个名约。用诡诈来款待兄弟的例，伫现今的社会嘛真多呢。那亲像最近所发生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恶心食品的这个事件，碰风无实在的这个商品的宣传，最近的阿强的佫白查讲台湾的往来有这个病虫害，就受到中国片面的暂停合约，全部取消进口，所以互台湾这个农民遭受真大的损失。这拢是用着这个诡诈来款待兄弟的，欠缺真诚信用的这个做法，所以连日本人嘛看袂落去，所以纷纷就台湾来进口真侪遮的往来。还佫有这个犹大的百姓带外邦人做某，就放杀因原本的母囝，第四个上互这个耶和华无欢喜接受因的这个祭物。所以当咱回顾台北这个台北犯奸淫以及杀人的这整个事件的时阵，发觉台北做了真侪上帝无要接受伊的正面的代志，伊无顺服，伊无行公义，伊无敬畏上帝，无守盟约，不但杀死兄弟乌利亚，伤害到这个拔示巴，伊的祈祷就无法度投到天庭，伊的祈祷到弄到这个天花板就落落来，是因为伊的罪，这个隔断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。他特别的罪影响到整个耶路撒冷，第四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献祭拢无得到接纳。这时阵大卫才醒悟起来，伊犯罪大大得罪了上帝。伊的罪若无去处理的时，上帝不但无要接纳伊的献祭，连整个耶路撒冷的献祭，上帝嘛无要接纳。这实在是一个真可怕的代志。所以大卫伊就祈求上帝讲：求你随你的美意，好款待锡安，来建造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。总是这个大卫知影上帝是慈爱怜悯的，伊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求你按照你的慈爱甲怜悯来怜悯我，按照你的丰盛的慈爱来撤销我的过犯。大卫对上帝有一个信任。讲我的上帝是个慈爱怜悯的，伊深知，伊知影，伊所得罪这位上帝，毋是要陷害伊的，毋是要刑罚伊的，毋是要对付伊的，乃是永远用慈爱怜悯对待伊回转的这位上帝。上帝是公义的，但是虽然是得到上帝所欢喜的人。总是上帝对伊的罪，袂讲视而不见吼。当大卫犯了罪，公义的上帝虽然伊袂将有罪当作无罪，不过伊常时也宣告伊的慈爱、怜悯，并且欢喜赦免的上帝。人常常无故意要回转，真惊讲一回转的时。就会互上帝掠掉伊的这个空棚，这是咱人间的这个经验。所以上帝毋是安尼生的，上帝伊无偏袒人，伊为着千千万万人遵由着主爱赦免的这个罪孽，只有人若肯回转，就会当遇到伊的主爱怜悯甲伊的赦罪这个恩典。但特别形容。罪那就是随影随形，闪袂开的，也袂通袂记的。这个就是罪，伫咱活命中最大的一个限制，互咱一直袂当举起咱的头壳来。这是咱人的这人生的经验呢。
那对着这个年纪渐渐紧长大，在咱的活命中，有真侪内在这个问题会渐渐紧暴露出来。平常时咱将家己包装啊真熟练，包括包装啊真有风度的款式，就是其实咱的心内会深处有真侪不为人知的这个骄傲、嫉妒、贪婪、自我为中心等等，也无处理的罪，真侪真侪。所以特别最后了后，伊找遣军兵伫外面征战，毋过家己确实留伫这个耶路撒冷的王宫内面，伫享受这个安逸。特别以向依然拢是用家己行公义做阳光的，所以当生命拄到这个考验的时，就显出伊内在这个实在的这个光景的时，伊才肯承认，伊家己生来就是一个大罪人，也必须要来悔改。古时代这时是用有样的火烧伫人的身躯顶，人就得到清气。所以到了这个新约的时代，咱都真清楚知影，咱毋是用有的火，而是羊的火。独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才能洁净咱的生命，互咱的罪能得到这个赦免。所以特别伫咱伫面对家己的罪的时阵，伊毋单单是知影上帝是主爱，上帝是怜悯的，伊也是认捌上帝是有赦罪这个恩典。伊带着破碎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悔改。所以上帝就接到伊的这个诫命，伊宣布讲上帝所爱的罪，就是忧伤的心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无要看轻伊。忧伤痛悔的心，原意是这个破碎的心。所以当咱来活命，互上帝的话语来破碎，彻底为着罪来痛悔的时阵。这个破碎的活命，这是上帝所建立的这个诫命。最后所捌说一个譬如讲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抽象的。法利赛人徛伫自言自语讲，伫祈祷讲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无像别人的劣色不义奸淫，无像这个抽象的。我一礼拜禁食2摆，凡我所有的，拢奉献1/10。就是迄个抽象的是，徛伫连额头都毋敢，只有对心我讲主啊，请开我这个可怜的罪人吧，上帝啊，你来怜悯我这个罪人吧。兄弟姊妹，你想看觅，打一个罪是上帝上欢喜的罪呢？所以，说你若看到你的四周的朋友，犹原也是活伫家己的这个困境的中间，也是活伫这个最错人生决定的这个后悔内面，也是拄拄伫甲家己的性格、脾气伫决斗、伫挣扎的时，你通报伊一个好消息，是有路通行的，有报伊一条这稳定的路。会当互伊来脱罪，伫通到上帝面前，特别公开向上帝来认罪悔改，定心甲上帝好好以后，上帝重新接纳代表百姓这个献祭，甚至束缚全国，活伫这个新约时代的咱呢，每一个人拢是祭司，所以求主帮助咱，甲上帝有一个真好的密切的关系。互咱所献上这个祭，拢是通得到上帝所欢喜接纳的祭。阿们。欢迎诗歌，看我的手。看我的手，我的主啊。请你别离开我，这条路我要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
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有时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安怎行，有时敢若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有稳有行，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讲，进来我的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袂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有时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安怎行，有时敢若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有稳有行，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讲，入来我的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袂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有时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安怎行，有时敢若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有稳有行，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讲，进来我的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讲，入来我的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袂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有时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安怎行，有时敢若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有稳有行，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讲，进来我的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
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看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有时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安怎行，有时干那听袂着你的声。看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互我的脚步犹稳犹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看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袂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看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有时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安怎行，有时干那听袂着你的声。看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互我的脚步犹稳犹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这就才能当心撒个来祈祷。主啊，宝贝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他今日阮对规约诗篇51篇16到17节，以及撒母耳上卷15章20到23节来思想，上帝所要爱的罪是甚么？到对今日的信息来知影，上帝所要爱的罪有几项。头一个乃是人就爱听谈。如果人心内若是存着这个顽固、背个心，伫上帝的眼中，即款的这个献祭，甲拜偶像行实是拢同款的。伊所献的祭是依然是空空的。第二项，上帝所真正要爱的祭，人就要遵探伊的这个旨意。咱应该爱考验家己的这个活命的光景是啥款，是不是行公义、好人民、尊谦卑的心，甲上帝同行，这才是上帝所爱的祭。原来上帝教导的祭物上界重要的，就是咱个人是不是有活出上帝这个真理。第三项，上帝无要伫的这个祭物，要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人无敬畏上帝。如果无敬畏上帝，无将上帝当作上帝，因感觉到有限就可以嘛？但这是藐视上帝，也阁是要期待上帝来降临伊的这个祭物呢。所以咱也着爱时时刻刻来显出咱家己的工作甲服侍，是不是存着敬畏的心？第四项，上帝无要降临的这个祭物，是因为人无要守命约。上帝甲以色列祖先所立的约，乃是西奈之约，
西奈之约的核心就是10条诫。10条诫除了甲上帝立约之以外，也包含着甲人来立约。其中唔通杀人，唔通行奸淫，唔通偷窃等等。但是无守盟约的人，所献上的祭物是上帝无要接纳的。那今日咱活伫这个新约的时代的咱每一个人拢是祭司，求主帮助咱，甲上帝有一个真好的亲密的关系。互咱所献的祭，拢是通得到上帝接纳的所献的这个祭物。但今日咱依然要继续为着美国、为着台湾各地方来祈祷，讲求天父上帝祝福咱所徛起的美国甲台湾，以及各地，互这个肺炎病毒因着疫苗的这个帮助，会通回归平静甲健康的生活。同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但这点老牧师要甲恁祝祷吼，愿天父上帝赐下甲人民，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圣神保守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直到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子的名。阿门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师大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今日的这个网络的礼拜，伫这个所就过一段落。咱毋茫伫后日，搁一摆伫空中来三角见面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合家平安。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变是做好事，家己行随来归边上帝，着家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。恁着去照万变是做好事，家己行随来归边上帝。着家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名我予伊的名光照你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白欢喜的名看你。